大家好，我係 Rita。2025年已經差唔多過一半啦。回顧呢半年，我哋大家都面對咗唔同嘅挑戰，成長都係不斷咁進步當中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嘅機會，俾我哋下半年為呢個世界做出更加多嘅貢獻。今年7月，我將會前往南美厄瓜多爾，為當地嘅 YL Academy 學校進行擴建工程。呢個工程唔單止為當地嘅孩子提供更好嘅學習環境，亦都係為佢哋創造一個充滿希望嘅未來。教育係改變命運嘅關鍵，而我哋嘅參與將會為呢啲孩子們帶嚟無限嘅可能。今次除咗我自己出錢出力參與之外，為咗讓我更加多嘅朋友都能夠一齊參與呢件咁有意義嘅事情，我而家發起一個籌款活動。只要通過我 Rita 喺6月份購買任何一個 Young Living 嘅入門套裝，我就會將我得到嘅獎金當中美金25蚊，即係港幣200蚊，捐去今次嘅擴建學校項目當中。你嘅每一分支持都會直接幫助到呢啲孩子們，讓我哋一齊為佢哋嘅未來鋪好康莊大道啊！多謝。